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9月初8，旧历的7月2日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高雄的小港深夜来发生一件重大的车祸，一个姓沈的男子开车一路来冲浪，顺利2个路口来下弄到2台机车。 肇事逃走，完全无减速，冲到后一个路口，各位当咧停红灯的客停车大力共弄落，甲客停车是弄甲密密麻麻，嘛甲客停车司机甲车顶一个乘客共弄死。啊，这个弄死人的驾驶并无啉酒，但是有持无灯扬行治疗的记录，是毋是就是病情压起来，造成这件车祸？警察当咧调查。 半暝有一个计程车，因为红灯挡电，后壁一辆黑色轿车完全无减速，直接就甲弄落。为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2台车拢是几啊连，可见弄了有偌正咱。被弄的计程车差不多全毁。这件重大车祸发生在高雄小港的中山路，伫画面中会使看到，载黑色轿车这个姓沈的驾驶弄过红灯了，沿路去一路2台乌托摆，佮继续弄。结果伫中山路甲大业北路口发生这件严重的车祸。 警察人员赶到现场，赶紧要抢救计程车顶姓姚的驾驶甲姓谢的人客，不过2个人被救出来时，拢已经无气啊。肇事姓沈的驾驶是伫加护病房，直接从计程车后面直接给他追尾上去，撞击到他的尾部，速度真的蛮快的。他从我旁边开很快过去，撞到那个骑机车的，然后再来撞到这一个。总共撞击2部机车，然后再往北行驶，就在中山 大业北路口，撞击那个临停的计程车。有关这个部分，因为我们从监视器画面来看，那个自小客车的部分是沿路行驶，是没有减速的迹象。经过了解，这个姓沈的驾驶无啉酒，不过有扬行的治疗记录。是安怎发生车祸？警方需要搁进一步的调查。